镜头登来到国内两岸情势紧张，民进党立委林义景提案，要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这两个字改做台湾和中国。目前民进党有超过20个立委联署，不过国民党就批评，规去甲条例废掉，陆委会嘛废掉，安尼做搁较快。 中共对台发动军事演习，互两岸对立局势升悬，造成民众反感。民进党立委林义景提案，要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改名为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关系条例。也主张三读原条文内底，国家统一前，也有经由地区相称两国领土用语，得到超过20位民进党立委联署，引起注意。这次林委员的提案，就表达了台湾人民的心声。 台湾人民对于中国这样子的武力打压、恐吓、威胁是无法接受、心生不满的。林义景也伫面说讲，这摆提案修法上重要是对外国际来表示，经由修法正名，两岸分属两国。互民主的朋友知影讲，亲中袂台，毋是咱国主流的民意。这是在2020年，民进党立委创意五八提案，三读国家统一的用词。尾也提案了后，有立委搁再提案。国民党讲，民进党是菜头食菜菜卡死。 国民党立委也批评，直接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废除陆委会。民进党的委员想要当家闹事，那就不要想让立法院的在野党当你们的刹车皮。同一派系的赖清德总统针对林宜吉委员的提案修法来做表态。总统立委要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总统赖清德初三到北投参拜，访问到这件代志无回应。陆委会是讲尊重国会自主，两岸条例是基于宪法精修条文，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相关的修正要有社会共识。也有可能涉及到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一个修宪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本身到底是否是绿委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这是民进党党中央或赖清德总统本身所要去推动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可能还有待观察。学者认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牵动国家未来走向，民进党修法方向牵涉两国论，可能互中共操作，造成台海情势更加不稳定，应该审慎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